嘛个啊？系啊，做嘛个拜了太做跳啊？哦，做唔得按了噻，也是做卷腰哦。阿婆，嘛个是做卷腰，做卷腰系你么？系啊，等下拜好阿婆讲讲古本2、3人读。好，来动好烫，阿婆讲古。阿婆，夹讲古啊！好，头摆，有一个当苦有母亲概念，按到张天福个当难事，有好事难做，我下个东西卖强，包妹啊，连布娘也紧卖都卖脱咯。哈，按法概念哦。哎，系啊。都没有啊，阿婆夹讲。张天福变开始嘞，老人投食过日嘞，有一日啦，佢来到阿金妹个屋下投食，阿金妹看佢按菜过，就同金妹偷的看到中的毒，本佢拿转一说。哈，按好。系呀，该不妞冇麻机，唔打机哦。阿金妹人当好，不过张天福冇福气，转到半路诶，拄到投钱个债主，总个是本债主拿去了。张天福又走去请阿金妹。哈，很浓哦，地背有见诶呢。系呀，阿金妹会看死哦。冇错，阿金妹当强，不过也冇奈何哦。佢2、3当地个讲法个时间，阿金妹个老公说欠佢款税，张天福傻看到做空赌行。哈，看到做空赌行哦。系啊，包妹阿金妹个老公说起火注水，张天福又唔敢走出来。哎呦，张天福了拜时停咯。冇错。张天福是本火烧死哦，阿金妹想张天福按菜过，就左按手向来拜祭。昨日按你也会拜走跳哦。啊，那地嘞，俩做滚呀，就系张天福哦。2、3按进咯，也是系民间流传嘅做滚呀嘅故事。那地嘞，阿婆来喊爱来去困做滚呀。系呀，阿婆，那也爱来去困做滚呀。今日当欢喜来到新福乡石堆村汪雅水先生嘅屋下，来记录你拜做卷呀嘅过程。行落做下是看到用风转结起嘅太做头，很亲切。阿桑帮妹很朝隔壁邻舍嘅叔婆帮妹，大家穷下来是否主办人拜做卷呀？我把糖了嘛？係啦，攞病痛，病痛話啦。我咩去到嘅嚇？看到阿庆叔妹當實忙嘅噴火蟲，做空堵嘅火一下就當忙咧。大鑊堵嘅辦人一下工天就煮熟咧。係哦，呢種掛嘅。頂哦，頂叫溜頂係啊。當天天講好法。頭擺老祖先拜做卷呀嘅習慣，係愛準備甜嘅湯糕，甜辦人金香頭竹，還能有一隻芝麻。聽白妹講，做卷呀本單係玉皇大帝第3個來兒，因為當好了天堂嘅仙物，
所以本玉皇大帝大落人间做生，佢係每家每户嘅家生，佢一年會盡天天一拜，去老玉皇大帝報告，同人間每戶人家一年來嘅善惡要詳細報告。所以當年嘅求樂12月24，崇聖2日，每家每戶都會準備當澎湃嘅湯糕辦人來拜，希望做眷爺做得上天講好法，因為關係每戶人家將來一年嘅平安幸福，所以拜做眷爺而當身心，做唔得錢財。大家都希望做眷爺做得好法傳上天，壞法得一邊，都為了一家人講自己好法，都得幾分嘅福氣。那很多都像那个哥哥那一些，都是以前的那个东西。地做頭嘅白當，答有上天講好法，下嘅保平安，做眷爺身為嘅風子。做官家係有啲起咧，乜起到上天天理。自己從咗嘛？好會啦，係啊。起碼係夾係喎。用蝦係蠻好，香港啲冇咪總係要賣啲喎。哦。上天講好會啦。現在咧幾多啊？係用嘅咩？今日同樣燒半幾咯。喂，咁樣啊，你阿不咁嘅。客家諺語講：崇生左，接生暗；又講崇生風，接生水。成日用到啊，睇呢來做弄更嘅啫。摸下我嘅條件男仔就走嘅，所以咧調到嘅樹下哦，量係比如成日用嘅嘢哦，半夜鐵棍咱睇呢度出波通而細谷啦，做些嘅東西，所以呢個東西啊，條邊弄下上邊啲啊，成日嚟嘅呢係保姆當好用嘅東西，啲啊對啲啊膠啦，按照膠啦嘛。應該圈強穿噶，然後咧鳳菜天啊，鳳菜天，打下來，釀，然後按照草結同草樣結你喺度啲燒燒嘅，你客家人是會按樣環保節能減碳，昨天燒了種嘅東西，分解火嘛。火通啊！火乜嘅？火通係啊！火通噴落去，火就會燜料嘅火嘅對啊！火料都該下來控制。基本上咧，呢啲做就要兩隻控嘅啦，做個用燒，下個係。火灰它有買用途嗎？火灰比論是可以做灰料對啊？做灰料對啊！哎呦，這個我喺啲客家嘢，你按照火料，火料，火通，你按照火通，噴火嘅。我們要把火吹大了，就用這一個比起火的時候唔會臭哈，噴落去火就會。吹邊就會臭嘅。個慳圈強咯，那就按照火嘅咯。通板啊，你這是太貴啦，你太貴，係你這是千板啦。啊！你這錢嚟㗎啦，蛇貴啊！啊！你這千板呀？千板，你兩邊兩千，你邊千板。哦。啊！你邊嚟嘅5個啊？5個哦，年年有餘哦，年年有餘啊！
哦，你贵系仓鼠的意思，好不好？啊，你还没系铅板的呀？你还数嘞，哈，数板，哦，你还铅板，哦，一串铜钱呢，一拍哦，一拍的签啊，台船签，了百姓呢。哎呀，啊，你还太贵哈，哦，你行年哈，啊，行年的班天讲、白天讲，钱要签，一天来签哈，又签又个，又签又天又体，又天长寿富贵，长寿富贵哈，憨好，你还找办人就爱用眼看。啊，你还是将来你把贵，光出咗把贵帮年咯。贵帮年啊！对，你要带住以为不错。对啊。快啲系文书吼，水站，啊，看你行年有啲讲文书，水站。水站，水波，怎有两文书啦？我说白话是个要找个有吗？哎，天马的。天马能讲好动哦。应该上100年以上。100年以上。哦，按头会土的嘞。系啊，用到东西的啦吼。哦，漂白的。漂白面哈，冇变相。跟用老鼠憨，嘿，调够。我跟你调。我再调起来。那你憨我讲那就哈，那就哈就行。对哦，你拿上哦，萝卜哈，拿萝卜哈。也係做專家呀，做專家呀。相反。刚才我们那里面拜的就是这一位，赵君，司命赵君。司命真君。对。左郡呀。左郡呀，八公。他说该是关帝爷。是关公，对，他那边是那个妈祖，哦，观音，对，就这样。我就永讲事的咯。嘿，跳摆要永讲事，佢又見日本時代哦。日本師頭。嘿，日本時代打永講事。哦。咁日本人有落台嗎？哦，了啊，日本人有啦，跟家家講起永講事講佛教哦，永講事啊。那時候就講佛教，然後佢哋永講事人打人嘅佛教。嘿，佢哋係用土教。嘿嘿嘿。啊，就咁打哦。係就咁樣啫嘛。啊。五鳳媽。跳埋五鳳媽哦。五鳳媽祖落了走身有關係。係啦，來就來啦，就有。當早以前，楊木生先生係捕獲馬嘅，老家老太好堅定先生來到倆方所在，
看到了行嘅地理环境当好，后背系山，头前系平屋，就在了行落脚下来，搭一间简单嘅茅屋，按到大那了。两兄弟十万开山大那，喊伫了内服侍自家嘅行业生做军爷，保庇两兄弟开山大那平安顺利。后尾又请到山下嘅村民流传讲，在安布亚嘅世界，趟到大那了嘅地方，有锣鼓上还会发光，亲像有神仙伫嘅欢喜庆祝做闹热嘅样儿。后来有中青餐体力士来了行看体力，按照了素材系福体，就建议杨木生先生伫了行去一间庙，拜七家服侍嘅做军爷，了就是做军汤嘅由来，一直到了下，大约有100多年嘅历史。了下，按你来去做军汤拜访。哎，你怎么下？哎，要4500，10千很有名的。摸一本书了哈。有啊，简单有啊。又一本，你还50项。系啊，就得什么样？还真嘅啊。真见啊。刚开始不是一种种的嘛。好。你啊，在那个旧换习俗那本是它有旧换习俗那本下的。那个哈，它这个签啊哈，那个像你，比如说你捡这个签，同样的人来，就是拿了同样的签啊，他讲话都不一样。啊，他是有时候因人而讲的。啊，有时候可以看你念一下，看你的那个大概的一个状况，然后他了是总兵淹水湖，汉卡入到的是看到做军汤。做军汤当地嘅整理，做军汤当日嘅义工汪天慈先生，老爱到讲，了整理嘅工商，而且求600年出产1000万工，因为当日系做军爷生，而期盼闹热嘅庆祝活动。